再来看卫生福利部今仔早起伫立法院针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报告哦，调查立委是拢建议讲，无适龄的年幼应该爱有退场的机制，避免开的事件搁再发生。另外，针对第77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5月底哦，要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。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，目前是还未接到邀请，也毋过哦，新任部长邱泰源会带团去参加。以福利名委托姓老灵母照顾一回查甫囡仔开疑似遭到虐待死亡，引起社会关注。调查立委拢认为，卫福部应该有无适龄灵母退场机制，而且这几年来少子化现象，托婴中心灵母人数5年来逆势成长将近1.5倍。不过考试是虐童案件说是这几年拢一直提悬。涉案的许多保姆大多不是新手哦，政府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介入，有一些机制？淘汰不适任的保姆，你怎么从前面去管控？一个师资的训练里边，126小时这样的一个考照，完全没有儿虐的一个相关课程。另外，姚立伟表示，家庭暴力样态愈来愈复杂。卫福部甲司法院统计，这3年家庭暴力通报案件每年拢增加。去年有16.8万多件，平均每年民事保护令核发案件有1.8万多件。建议社工对高风险家庭进行家访的时阵，应该安排警察这类单位到定去提悬职业安全。这些非常复杂的家庭，对于刚毕业，尤其是很单纯的社工人员来说，都是一个很复杂、害怕的环境。进去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场所去做这个儿少保护的工作的时候，希望是有警察，对，但是也要考虑到警察的那个人力。施瑞元强调，会积极爱各县市政府落实家庭暴力法，佮提升暴力影响稳的社区意识。另外，今年 WHA 世界卫生大会按算要伫5月底召开，施瑞元表示，目前还未收到 WHA 的邀请批，不过到时阵会由新任部长邱泰源率队去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